好多人覺得伸展又痛又悶，咁伸展有咩好處呢？我哋一齊嚟認識下啦。改善肢體活動幅度，當我哋持續地正確伸展，可以放鬆繃緊嘅肌肉，從而增加關節活動幅度，降低受傷機會，改善血液循環。意大利米蘭大學研究人員將39位民眾分成實驗組同埋對照組，實驗組每個禮拜進行5次嘅腿部伸展，並且持續12個禮拜。結果發現實驗組嘅參加者佢哋嘅小腿同埋上臂嘅動脈喺伸展嘅時候，血液流量都有所增加，而且動脈嘅僵硬程度亦都有所降低，提升運動效能。當血液循環得到改善，肌肉修復嘅速度亦都會增加，而運動後嘅肌肉酸痛感亦都會減少，而且增加咗關節活動幅度，輸出嘅力量亦都會增加。改善身體姿勢，不良嘅身體姿勢源於肌肉不平衡，如果持續針對性伸展，加上訓練肌肉，就可以改善身體姿勢，舒緩及治療痛症。當我哋適當地伸展肌肉，就可以舒緩關節嘅壓力，改善血液循環，修復痛症部位，舒緩壓力。精神同身體係連貫嘅，所以當我哋專注伸展，安靜地感受當下，可以幫我哋嘅身心靈放鬆，而且伸展有助改善睡眠質素提升，自然舒緩壓力。